继续来看的是畜牧业的利益。本地在台北做建筑业的方基民，1983年归到花莲水面，头下屯朋友种茶。1987年开牧场，经过一30年，花莲的牧场对本地有1200人间，存到500间呢。方基民的牧场是营造营有发展，也能牛对本地31条，都见有500条的哟。每年是得生产5吨的牛奶。南北以含香港爱有超过1000条牛的，托千难嘅无人爱做嘅来做，係以成功嘅优良。伊用65度低温杀菌，同一般嘅130度高温杀菌，做出产品嘅茶片。同韩國島3年當中對人體規好嘅成分保留下來，賣嘢愈加高貴，比賣到台北的高級百貨公司哦。4年前也來多種來接，兩隻也一啲人負責收，一啲負責賣。除了屯事業傳本來嘢以外，方基民韓國大嘅業務係一本有心來學能牛嘅後生人，有一隻健全嘅牧場環境，安尼台灣嘅畜牧業能使得長久嘅經營下去。花蓮縣水面鄉秀姑蘭下嘅河壩口，也錯有13間安排嘅觀光牧場。地北出體育嘅有500頭嘅奶牛，還有各種各樣嘅小動物。牧場全堂地北賣嘅奶製品，攏係其他牧場地北生產嘅。其中最特別嘅就係亞冠全台灣唯一嘅65度低溫殺菌嘅牛奶。這個喝起來就是整個口感上，感覺就是比較，就是說好像是剛從那個乳牛身上擠下來，就是第一道沒有加工的這樣子啊。這瓶牛奶價位可以說是台灣現在最高的價位，可是它喝出來的味道跟現在市面上的牛奶是不一樣。所以我們是早上擠完，然後做加工，消費者明天早上就收得到了。花公多親自親有3批嘅方基民，都係牧場嘅主人。30年前，佢回到花蓮嘅家鄉，開闢咗7大嘅酪農王國。草有嗎？這個要記住啊，然後要自己開啊，這個有危險性啊。喺早5點，一條寒氣盤盤嘅月河背，就鹹前是走，方基民就4點割草機，愛去割奶牛愛食的齊嘅牧草。這新鮮的啊，所以一般我們的秘魯牛啊，都盡量給它吃新鮮的牧草，它產乳量才會高啊，不要給它再有偶發效果的。馬嘅事情攏會起打來，難呢就係那唔是講。方基民16歲就離開花蓮到台北學做奶水，26歲嗰年同家對台北回到家鄉花蓮，先係種茶賣茶。1987年將配合花蓮農會嘅政策改向牛嘅，買花蓮第一嘅酪農戶。因為那時候做茶葉做了差不多接近5年到6年了。那時候我們農會剛好在推這個酪農嘛，就是說想要養牛，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總幹事有嗎？他是獸醫的嘛，那他們就在聊天說那個颱風有嗎？一颱風來，就是一些農作物都被吹走了。做安尼決定，佢當時將34歲方基民就把債8000萬。我們剛開始養的時候真的是很累啦，資金的問題，因為你投資要蠻大的，因為一般酪農的話哦，可以說農業方面啦，可以是酪農投資最大的啦。我記得我剛開始養的時候，養了31頭，就花了接近1000萬的。那時候的76年的時候，1000萬是蠻大的。我當時養牛啊，咩真強呢，真艱苦哦。家下你是有動過2-3分啊，家下土地去貸款呢，農會就唔敢貸款呢，去批俾個銀行，去花蓮土地銀行貸款。方基民83歲阿爸講到佢當時資金嘅壓力，面起來很驚。政府將你講我養牛啊嘛，盲養人養啊，家下都來都教養啊，你做嘛個咩窮養啊，你講中，你做嘛個咩窮養啊，你啲風台嘢來出鐵。政府部署咪就啲嚟聽啊，知嘛？就沒了解，知嘛？
澳洲条路无上路个去咧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客家人的本色啊，吃苦耐劳，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养这个，因为我比较不适合做生意啊，所以那时候就说农会正在推这个的话，我说那好啊，我们过来去看看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当下我们就过去西部看，然后决定回来就决定开始养。父母也两子也一度一部家人弄度落下去，睇后辈支持佢嘅家，此年就一定辛苦。帮基民张落成做落农产业，头6年家家就唔是赚过每家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还小，我们娘家在嘉义哈，坐车不方便，又不能2个同时回家，为什么？养牛就一个，那时候我们是比较小规模所以没有请人，都自己来，因为养牛的话，初期都一定要家人来大家互相跟着，不然的话你靠自己的话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手势啦。大了没？还没啦。要牛吃饱了你才有得吃哦。对。那回去是谁煮饭，还是有人煮好了？回去有煮了。所以你等一下挤完牛奶还要煮饭哦。所以你比范先生辛苦吗？你比范先生辛苦吗？辛苦多了。怎么说辛苦多了？来讲讲。对呀，那弄好就可以休息，弄好还要煮饭呐。那个大小事情都要我花的啊，所以马达不转也要找我啊。是你自己要的呢。这不能这样讲啊，事业做下去了就没有办法了，回不了头了。今晡日天2白嘅锻炼對下晝3點半就開始嘅。按晡頭8點啦，牧場地背無所所嘅，锻煉是地背行講話話。放基民將牛嘅腳到牛欄地背，將其洗槍來，將做第入場鍛煉。過後行愛將練骨嘅食土歌。喺仲有唔好牛練就會倒鐵。大埔弄管喺度牛嘅空間，行過牛練嘅品質。一些弄青菜唔得，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差不多都在11点左右才会睡觉。我们要睡觉之前都会全部整场都会再看过。用牛嘅工作又會開始，唔單止無法度挽頭，嘛停唔下來，所以嘅洗頭弄強用，無一項跌落，幾10年來弄強用。就係忙前吃飯，向牛嘅當然嘛強用。19年前嘅100台風采，就對放基民嘅牧場造成千大嘅損失，有1/3嘅土地本秀姑蘭下嘅河壩水碰嗆嗆。有一次，就是他剛開始在建設這個觀光牧場的時候，他這個都蓋好了，還沒有營業，結果颱風從秀姑蘭溪的出口那邊進來，把它整個屋頂都掀掉了。我覺得那一次看到我真的也很心疼，因為畢竟它全部的原物料還要再重新再改，真的他沒有放棄，他很有韌性，這一點讓我覺得很佩服他的勇氣，真的，他真的很有韌性的人。對，那是很大的打擊，可是你還有一些牛，還有一些設備啊，所以你還是持續要再養啊。台風采冇將放基民大網鐵電到喺牧場新嘅開始。嘅當時，花蓮縣政府動態推動無土嘅農業，畢竟落農行得忙啊忙，其實冇做漸漸嘅看到，也就係進行嘅機會，嘅天再過投資。每個落農都有它的考量，它的成功與否，我們不敢跟你保證。而且最基本，你要投資，因為縣政府跟農會雖然有輔導你，可是金額有限。可是范老闆他是認為這一個我們跟他講的理念，跟他可以。理念上可以溝通，他也看好到這個是一條路，未來的趨勢。因為我這邊剛好是泛舟旁邊嘛，那我們就是順便休閒人加工都同時蓋起來，然後給消費者喝到我們的牛奶，可以到我們的牧場說啊，原來你這個集珍的鮮奶就是。2008年，觀光牧場正式對外開放，還用全台灣唯一的65頭牛奶，其他生產其他賣，用高品質高價值來分開市場，暫唔是同三太廠競爭。
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，跟市场区隔化的话，我们就是把牛奶有吗？它的杀菌方式都不一样。一些奶厂都是跟人家收牛奶嘛，因为收牛奶的话，你就是生菌数你没有办法控制啊，参差不齐啊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单一乳源啊，然后我们这边锂工厂只有500公尺，所以这个生菌数都不会成长，因为生菌数是倍数成长的啦。大工厂它比较不敢做我们这个65度低温杀菌啊。一下方基面的牧場，除咗有7大牛奶品牌，嘛得到農農最暫地位5粒梅花嘅票種肯定。已經60歲嘅方基面對未來還係新幹動向。我比较不认输啦，所以我们开始养到是目前已经快30年了，从31头开始养到现在差不多接近500头，未来我要养到超过1000头，那目前台湾1000头的话，差不多有3户而已。他喜欢做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可以不要跟着他做啊，可以吗？那好不然我们2个离婚了。他是甘愿受的，甘愿做。不会啦，因为大家共同经营要有成就感啦，对啦，不是说为了赚多少啦。田田方基面喺牧場已經打拼30年嘅陳彩蘭，自從就問阿講，事業做就穩定有基礎嘅，馬60發甲嘅，含巧妙事業來做，唔得死來路。对啊，他就那个个性，可是他就都是相关行业，所以说还好。所以你会一直支持他吗？会啦，会啦，不会离婚。有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趋势就是这样，变成说你小廠就没辦法賺錢。30年來，台灣嘅牧場已經數為一般嘅，方基面上含影響嘅擴大，嘛就係因為佢習慣係養嘢嘅，因體技術韓國實批項為先呢，本來嘅馬上會接受加班嘅工作。就是養牛比較輕鬆，所以才願意。说轻松，确实是比以前早期来的轻松。早期的话都是劳动力的工作，现在机械化的设备一样比一样多，所以觉得最主要还是养牛可以带给我不错的利润啊。甘愿即使在乡下，可是薪水好，总比在都市里22K 吧。方基面講為安邊，唔單止係要將牧場傳本來嘅，還希望家庭擴廠提供很好嘅環境。想有心做牧場嘅後生人加入來做。因為你現在未來的話，你不可能說自己靠自己的勞力去做嘛，所以一定要用團隊下去經營嘛。所以我們未來就是找一些比較有興趣的年輕人的人回來這邊，大家共同經營這樣。青年返鄉，我非常的鼓勵。其實，在鄉下，真的，我覺得。高於22K 的太多的工作了，但是我講的，即使你是以前的人覺得在鄉下沒有競爭力，可是以現在的社會角度來，留在鄉下的才是真正有競爭力的這些人。怎麼說？簡單的說就是你留在這裡，你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，在都市工作上不會讓你有太多的機會提升你自己的競爭力啦。方基面講，台灣嘅農業係動有成功嘅，是要轉型現代化經營，用機器來做，唔是下下用人工。爭做得上愛到後生人來做，產業嘛爭做得長長久久傳承下去。